海军大气海洋局的林胜局长嘛，去互周刊报道去指出，伊就任2年外来，唔仅是违法收集汉光演习作战的资料，要求部下伫局内成立了战情中心，伊甚至积极去安排国内一间可能有中资介入的航空公司去参与海军的监视甲侦察的任务，种种拢引发了国安疑虑啊。所以，国防部长顾立雄已经表示，请海军进行行政调查。 汉光操演期间，军舰机动海边出发，双方飞弹嘛挂伫海巡万里南。不过相关的证据疑似互内部人员暗中收集。周刊亚康海军大气海洋局林胜局长今年7月要求伊的骹手伫局内成立战情中心，佮指派官兵向第一线的作战单位讨机密资料。就算有真侪干部佮官兵表达无妥当，林胜局长也是真坚持，不管安怎，你拢爱摕到。唔那安尼，相当9月伊做局长了后，佮强迫官兵甲因甲舰队指挥部开会摕到的机密资料传去无加密的军组内底。就算讲有真侪官兵认为安尼有资讯安全的风险，不过伊无放弃，颠倒甲军组转去国产通讯软体，防即期是挑工暗砍违反治安规定，加泄露秘密的事实。我们在接获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做开始了内部的这个查。虽邦海军澄清已经成立专案编组进行调查，不过这个林胜局长佮互周刊点名，伊捌努力安排国内一间小型航空公司参与海军的监视甲侦查任务。不过，这间航空公司捌互军方的保防单位查到有中国投资，引发国家安全的疑虑。另外，去年5月，针对国土论胜特别预算会议，林胜局长佮公开指导国内主管要安怎闪审计甲监测单位的调查，而且足侪摆以海军司令授意做理由，邀请厂商来讨论采购案，甚至主动改变建备勤务，还军中的大禁区。先请海军进行相关的行政调查，希望他们本于无枉无纵的这个精神，迅速的完成行政调查。国防部长顾立雄嘛讲重话，希望赶紧彻查，维护国军的形象。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